paper two 又得，唔係攞四。唔係你 paper two 考完你都仲有 level two 咯。你如果勁啲，你 full 晒嘅話，level three 掂到啲咯。唔係啊，level two 即係我話數學啊，你如果淨係考 paper two，你都幫我。你淨係考 M C， 你淨係考 chemistry 咧，你考 paper two 嘅話，都係攞 level two 嘅啫。你啦，你好中意比拼咩啊？做咩？比拼啊！咩比拼？我比拼，你其實都同時咧。我成日東京長大線咧，成日咧有人好中意比拼，係兩家一齊行住咁。呢個咪海洋派嘅呢個。係啊 ，People Gardens 啊嘛。係啊。呢個應該冇會所喎。冇，呢個冇會所㗎佢。呢個係平台啫嘛，係咪？我表叔屋企嚟㗎，以前。住呢度。你一般再沙田嗰啲咩沙田有時嗰啲嘅即係40幾年嗰啲嘅。炒雜。我好似之前炒雜4日。未行過呢度。即係 Peter 係啊，即係如果俾做，例如我咪話我英文啊，我英文嚟我 speaking，我當我真係急屎唔記得下 speaking 啦。嗱，你估我點咧？我會點做咧？我會剩翻 speaking 冇考。我通常呢啲人 speaking 冇考咧，其餘嗰3個表全部考啊。第一邊就我會點咧22年點樣啊？22年你已經 speaking 就10分咯。佢靠啲筆試，咁我唔計2啦，我當2分啦。英文唔記得 speaking 咧，我就會考埋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。如果 reading 唔記得考咧，就得 writing 咧，照考 writing。如果 writing 都唔記得考咧，得listening 冇考咧，我照去考。起碼我要攞啲嘢翻嚟啊嘛，咁我俾咗錢㗎嘛。原來酒店即係人工。因為咧 speak 你知唔知英文咧 level one 大概17%到，即係1成幾2成都有 level one 㗎，3成就已經 level two 㗎啦。你話答邊科啊？英國嘅嘛 ，English 英文30分 level two 係啦，17分已經 level one 㗎啦。我淨係考咗一張嘅。搞錯啊！我 speaking 攞咗英文喎，英文17%。我係用我估計嘅，因為我 speak 我24年我淨係考 speaking，我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冇考到，我淨係考 speaking 4個 speaking， 咁樣 speaking 攞個4，咁樣頂得到1分。所以咧，我係嗰3年咁樣入嘅喺度測試啊嘛。所以我咪話我係13跌落24、23到24 level 3跌落 level 1嗰4人之中嘅其中一個。跟住即係25年咧，我係24年2025年咧上咗3，嗰個8個係記唔記得咗咯？全香港8個自修生1升3，一個邊科啊？英國嘅8個係223啊，24個2啊，1升3啊，講8個都夾。我全香港得8個㗎咋。1升3都唔係得少咯。我係 F 4，跟住去到3233。你個考評局嗰個係呢個勁處。咩話？咩考評局咩話？考評局個評核中心。呢度我哋落去咪我曾經睇過，係我去過考評局中心嗰個影相嗰度係，咁咩？呢個你知唔知？但唔係去荃灣西嘅喎。荃灣西。荃灣。係啊，所以咧我24年我冇考數學咧，咁25年咧佢記錄唔到我咧4跌咗落3嘅記錄，所以咧25年咧考咗數學之後咧，我2、6年要就考翻數學，跟住27年要考翻數學，我要令到個表入面嘅其中一個人。我好中意睇面積卡個表，有冇你份啊？我就係呢樣即係你諗下，我1升3好勁哇！我話即係然後咧，全香港1升3得8個，哇！我成日都8個。我有啲數學咧，我23年我4年，level two咧，嗰度全香港得18個人啦。我係其中一個啊，2升4得18個啊。你數學2升4全香港得18個，我係其中一個。作假我23年3升4，我睇翻15個。15個啊？哇！喂，如果開埋名咧，話嗰15個人係邊個？喂，話時話，Andrew Yim 佢24年開始消失咗嘅。24年佢好似我 show 咗，好似有。我淨係識 Andrew Low 嘅啫喎，我唔識 Andrew。唔係啊，佢23年。25年咧，佢都有教書嘅，但係25年咧，佢個成績表就冇出嚟咯。唔係啊，24年都冇啊，佢就考中文公司。之類啊。我懷疑佢係咪中文冇5星星啊？真係唔知嘅。可能唯有嚇。因為佢
咁變咗考唔到個萬幾人嘅數據邊咧，我係得過咯。喂，深圳嚟喎呢個，深圳地鐵嚟呢個。喂，呢個深圳嚟喎呢個。係啊13號線。AI。都未啊？未啊，落嘢嚟，落嘢嚟，落嘢。